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30多年来，我见过太多长辈因为心脏病和记忆力衰退而痛苦挣扎。昨天有一位阿伯来到我的诊间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医师，我现在连刚才说过的话都忘记了，心脏也常常砰砰跳，是不是没救了？”看着他眼中的恐慌和绝望，我深深感受到老化对人们带来的痛苦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：冰箱里的小小果实却能改变你的心脏与脑袋命运。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让我用科学的证据告诉你这个神奇的真相。在我多年的临床观察中，我发现那些懂得正确食用蓝莓的长辈，不仅心血管状况比较稳定，记忆力和专注力也维持得比较好。蓝莓含有丰富的抗氧化花青素，这些深蓝色的小分子就像是长辈最需要的守护者，默默保护住我们的心脏和大脑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这个方法简单到不可思议，不需要昂贵的药物，不需要复杂的治疗，每天只要1小杯蓝莓，就能为你的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。我在临床上看到太多案例，证明了这个小小果实的惊人力量。有些长辈在短短7天内就感受到明显的变化，这不是奇迹，而是科学。我必须提醒大家，如果你没有听到最后，你可能会错过一个小小细节，而这个细节正是决定7天后身体会不会变好的关键。请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数字0。让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随逐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身体特别需要抗氧化物质的保护。根据福部最新的统计资料，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中，每5人就有1人患有心血管疾病或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退化问题。这个惊人的数字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元凶：自由基。自由基是我们身体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，就像生锈的过程一样，它们会攻击我们的细胞，加速衰老。年轻时，我们的身体有足够的抗氧化酵素来中和这些自由基，就像有足够的防锈剂来保护金属一样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产生抗氧化酵素的能力逐渐下降，自由基就开始大量累积。在心血管系统中，自由基会攻击血管壁，引起发炎，反应导致脉硬化、血栓形成。在大脑中，自由基会破坏神经细胞，影响记忆力和认知功能，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失智症。此外，现代生活的压力、空气污染、不规律的作息、加工食品等，都会增加体内自由基的产生。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老化的比以前快，慢性疾病也比以前多的原因。但是大自然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解药，植物为了保护自己，免受阳光和环境伤害，会产生丰富的抗氧化物质。当我们食用这些植物时，就等于借用了它们的保护力量。而在所有的水果中，蓝莓的抗氧化能力堪称第1名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令人兴奋的承诺：每天只要1杯蓝莓，7天就能感受到变化。听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，医师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只要7天就能看到效果？其实一点也不神奇，这是有科学根据的。蓝莓中的花青素是水溶性的营养素，摄取后很快就能被身体吸收利用，不像一些脂溶性维生素需要长时间累积，花青素能在短时间内就开始发挥抗氧化作用。在国外的临床研究中，受试者连续食用蓝莓1周后，血液中的抗氧化指标就有明显改善，发炎指数也开始下降。有些人甚至在3到4天内就感受到精神状态的改善。
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这里说的变化是指身体内在的改善，比如睡眠品质变好、精神更集中、走路更有力气等等。这些改善是循序渐进的，不是什么魔法或奇迹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感受到变化的时间也会有差异。有些人可能第3天就有感觉，有些人可能需要1周甚至更久。重要的是要有耐心，给身体一些时间来修复和改善。7天只是一个开始，是让你体验蓝莓力量的入门期。如果你在这7天内感受到正面的变化，就可以继续这个习惯，让健康效益持续累积。1杯蓝莓的分量大约是80到100公克，相当于1个小碗的量，不需要很多，但要持续，就像每天刷牙一样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蓝莓的第一个神奇成分花青素。蓝莓的深蓝色就是最强大的抗氧化来源。花青素是一类天然的色素，它不仅给蓝莓带来美丽的深蓝色外表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目前科学界公认最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。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他命 C 的20倍，是维他命 E 的50倍。在我们的身体里，花青素就像一支精锐的护卫，对专门负责清除那些有害的自由基。当自由基试图攻击我们的细胞时，花青素会立刻中和它们，防止细胞受到伤害。花青素对心血管系统有特殊的亲和力。研究发现，花青素能够穿过血脑屏障，直接保护脑细胞，同时它也能强化血管壁，改善血液循环，降低血管发炎。反应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花青素还能激活一种叫做 NAF2 的抗氧化基因。这个基因被启动后，会指导细胞产生更多的天然抗氧化酵素。换句话说，花青素不只是直接清除自由基，还能提升身体自身的抗氧化能力。蓝莓中的花青素含量特别丰富，而且种类多样。不同种类的花青素有不同的功能，它们相互配合，提供全方位的保护。这就是为什么蓝莓比单一成分的保健品更有效的原因。花青素还有一个重要特性，就是它们特别喜欢聚集在眼睛、大脑和心血管系统这些重要器官，正好是最需要保护的地方。这种天然的靶向性，让花青素的保护效果更加精准有效。从颜色上来判断，蓝莓越深色，花青素含量通常越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选择颜色深蓝、接近紫黑色的蓝莓。除了花青素，蓝莓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。1杯蓝莓维生素 C 超过每日需求1/3。很多人以为只有柑橘类水果才富含维生素 C， 其实蓝莓的维生素 C 含量也相当可观。每100公克的蓝莓含有约10到15毫克的维生素 C， 虽然不如奇异果或芭乐，但配合其他营养素，效果更加显著。维生素 C 在抗氧化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它能够再生其他抗氧化物质，延长它们的作用时间。当花青素在清除自由基后变成氧化状态时，维生素 C 能够帮助它们恢复活性，重新投入战斗。此外，维生素 C 对胶原蛋白合成至关重要。血管壁的弹性主要靠胶原蛋白维持，充足的维生素 C 能保持血管年轻有弹性，预防动脉硬化。蓝莓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丰富，每100公克含有约4公克的纤维。这些纤维对肠道健康很有帮助，能够促进益生菌生长，改善肠道环境。健康的肠道不只是消化食物，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。肠道健康了，整体免疫力就会提升，对抗疾病的能力也会增强。很多长辈有便秘的问题，适量食用蓝莓能够温和地改善这个状况。蓝莓的纤维还能帮助稳定血糖，
延缓糖分的吸收，这对糖尿病患者特别有益，能够避免血糖剧烈波动。更重要的是，肠道健康与大脑健康密切相关，这就是所谓的肠脑轴。健康的肠道能够产生神经传导物质，影响情绪和认知功能。这或许也是蓝莓能够改善记忆力的原因之一。现在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林阿妈今年70岁，住在台中。她是一位退休的护理师，年轻时工作繁忙，经常熬夜轮班，身体透支得很严重。退休后虽然不用上班了，但是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。3个月前，林阿妈开始出现记忆力问题，她常常忘记关瓦斯，找不到钥匙，有时候跟家人讲话讲到一半，会忘记自己要说什么。晚上睡眠也很不好，常常半夜醒来就睡不着了，白天精神不济，走路也没有力气。林阿妈的女儿很担心，带妈妈去做了详细检查，排除了失智症的可能。但医师说这是正常老化现象，建议多运动，多动脑。2个月前，林阿妈的女儿在网路上看到关于蓝莓对大脑健康益处的研究报告，决定让妈妈试试看。她开始每天早餐为妈妈准备一杯蓝莓优格，蓝莓的分量大约是80公克，搭配无糖希腊优格。林阿妈一开始并不相信这么简单的方法会有什么效果，但是蓝莓酸甜的味道她很喜欢，而且女儿的孝心让她很感动，就配合着每天吃。第4天的时候，林阿妈发现自己晚上比较容易入睡，半夜醒来的次数也减少了。第6天，她觉得白天精神好了一些，下午不会像以前那么想睡觉。1周后，最明显的变化是记忆力改善了。林阿妈可以记住前一天发生的事情，跟邻居聊天时也比较不会忘词，走路的时候感觉比较有力气，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累。现在已经持续2个月了，林阿妈的整体状况明显好转，她重新开始参加社区活动，甚至开始学习使用智慧型手机，家人都觉得妈妈好像年轻了好几岁。我必须强调，林阿妈的改善是在维持原有生活习惯的基础上，单纯加入蓝莓这一项改变达成的。当然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效果也会因人而异。蓝莓是很好的天然保健食品，但不是万能药，更不能取代正规的医疗治疗。现在让我详细解释蓝莓对心脏健康的影响。研究显示，每天食用蓝莓能降低血压5到6 mmHg。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，但在心血管医学中是很有意义的。血压每降低5 mmHg， 中风风险就能降低14%，心脏病风险降低9%。对于血压稍高但还不需要用药的人来说，这个改善幅度可能就足以避免药物治疗。蓝莓降血压的机制主要有2个：抗氧化作用和血管扩张作用。花青素能够清除血管壁的自由基，减少血管发炎，让血管壁保持柔软和弹性。同时，蓝莓中的钾离子能够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钠，减少水分滞留，从而降低血压。蓝莓还能改善血脂状况。研究发现，定期食用蓝莓的人，坏的胆固醇 LDL 会下降，好的胆固醇 HDL 会上升。这种变化对预防动脉硬化很有帮助。更重要的是，蓝莓能够保护低密度脂蛋白不被氧化。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是动脉硬化的主要元凶，它会粘附在血管壁上，形成斑块。花青素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防止这个过程发生。蓝莓对心率也有正面影响。一些研究显示，蓝莓能够稳定心跳节律，减少心律不整的发生。这可能与其抗发炎和抗氧化作用有关。对于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，蓝莓可能是很好的辅助食品。当然，这不能取代药物治疗。
但作为日常饮食的部分，能够提供额外的保护。蓝莓被称为脑部的超级食物，这个称号绝对实至名归。大脑是身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，同时也是最容易受到自由基攻击的部位。花青素能够穿过血脑屏障，直接保护脑细胞免受氧化伤害。这种保护作用对于维持记忆力和认知功能至关重要。研究发现，定期食用蓝莓的长辈，在记忆测试中的表现明显优于不吃蓝莓的对照组，他们的工作记忆、长期记忆以及执行功能都有改善。蓝莓对大脑的益处不只是保护现有的脑细胞，还能促进新的脑细胞生长。花青素能够刺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分泌，这种蛋白质是神经细胞生长和存活的重要推手。此外，蓝莓能够改善脑部血液循环，增加大脑的氧气和营养供应。良好的血液循环对维持认知功能非常重要，这也是为什么运动对大脑健康有益的原因之一。很多长辈会抱怨注意力不集中，容易分心。蓝莓中的天然化合物能够提升专注力，减少大脑的噪音，让思考更加清晰。对于轻度认知功能减退的长辈，蓝莓可能有延缓病情进展的效果。虽然不能治疗失智症，但作为预防措施，蓝莓的效果是被多项研究证实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蓝莓对大脑的益处是累积性的，需要长期持续才能看到最佳效果。建议把蓝莓当作日常饮食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短期的治疗方法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蓝莓中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，能够帮助熟龄人更快入睡。褪黑激素是调节睡眠周期的重要荷尔蒙，它告诉大脑什么时候该睡觉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的能力会下降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有睡眠问题的原因。蓝莓中的天然褪黑激素虽然含量不高，但配合其他有益成分，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品质，不像合成的褪黑激素补充剂可能有副作用。天然的褪黑激素更安全、更温和。花青素也间接有助于睡眠，它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，降低皮质醇等压力荷尔蒙的水平。当身体处于放松状态时，自然更容易入睡。蓝莓中的维生素 B 群，特别是维生素 B6， 参与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，包括血清素和 GABA， 这些都是调节睡眠和情绪的重要化学物质。时机很重要，我建议在晚餐后2小时食用蓝莓，效果最佳。这个时间点，消化系统已经处理了主要食物，蓝莓的营养成分能够被有效吸收，褪黑激素也能在睡前达到最佳浓度。良好的睡眠对整体健康至关重要。睡眠是身体修复和恢复的时间，也是大脑清理代谢废物的时间。睡眠品质改善了，记忆力、免疫力、心血管健康都会跟着改善。很多长辈依赖安眠药来入睡，但长期使用可能有依赖性和副作用。蓝莓提供了一个天然安全的选择，值得一试。蓝莓对皮肤健康的益处也不容忽视。花青素让皮肤对抗紫外线伤害。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，也是最容易受到外界伤害的部位。紫外线、空气污染、自由基等都会加速皮肤老化，导致皱纹、色斑、松弛等问题。花青素就像天然的防晒霜，从内部保护皮肤细胞，它能够吸收部分紫外线能量，减少 DNA 损伤，同时清除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。更重要的是，蓝莓能够改善胶原蛋白流失的问题，减少皱纹形成。维生素 C 参与胶原蛋白合成，花青素保护已生成的胶原蛋白不被破坏，两者协同作用，维持皮肤弹性和光泽。蓝莓还能改善血液循环，让皮肤得到更好的营养供应。良好的血液循环是健康肤色的基础，也是皮肤修复能力的保证。
对于有皮肤发炎问题的长辈，比如湿疹、皮炎等，蓝莓的抗发炎作用也可能有帮助。虽然不能取代药物治疗，但作为辅助措施是不错的选择。从中医角度来看，蓝莓性味甘酸，有滋阴润燥的功效。对于皮肤前燥、缺乏光泽的长辈来说，适量食用蓝莓能够由内而外改善肤质。美丽的皮肤不只是外表问题，更是健康的体现。当身体内部环境改善了，皮肤自然会变得更健康、更有光泽。现在我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7天挑战，每天固定80到100克蓝莓，7天观察变化。第一天选择早餐时间，吃80公克新鲜蓝莓，约小半碗的量，记录当天的精神状态和睡眠品质。第二天同样分量，可以搭配无糖优格或燕麦一起吃，观察是否比较容易专注，记忆力是否有改善。第3到第7天，持续同样的分量和时间，每天记录自己的感受，睡眠是否更深沉，白天是否更有精神，记忆力是否更清晰。记住几个重点，不要加糖。蓝莓本身就有天然的甜味，加糖会抵消健康效益，不要用蓝莓果钳代替。因味果钳通常添加大量糖分，而且维生素 C 会在加工过程中流失。如果买不到新鲜蓝莓，冷冻蓝莓是很好的替代品。冷冻过程不会破坏花青素和大部分营养素，而且价格通常比较便宜，保存期限也更长。可以变化食用方法，直接吃，加入优格，打成果昔，配燕麦粥等，但避免高温烹调，因为会破坏部分营养素。7天后评估自己的变化，即使没有明显感觉，身体内部可能已经开始改善了。有些变化需要更长时间才会显现，所以要有耐心。如果7天内感受到正面变化，恭喜你，这表示蓝莓对你的身体是有益的，可以考虑将其纳入日常饮食中。虽然蓝莓是很安全的天然食品，但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特别注意。糖尿病或肾脏病患者要特别小心。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的是，蓝莓虽然升糖指数不高，但仍然含有天然果糖。建议在血糖控制稳定的情况下，适量食用并配合血糖监测。最好咨询营养师，调整其他饮食来配合蓝莓的摄取。肾脏病患者要注意蓝莓中的钾含量。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钾是有益的，但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，过多的钾可能造成负担。建议先询问肾脏科医师的意见。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，如 Warfarin 的患者也要小心蓝莓中的某些化合物可能会增强药物效果，影响凝血功能。如果要长期食用蓝莓，建议告知主治医师。有过敏体质的人，第一次食用时要注意观察。虽然蓝莓过敏比较少见，但仍有可能发生。如果出现皮疹、瘙痒、腹泻等症状，要立即停止食用。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适量食用蓝莓是安全的，但不建议大量摄取。任何食物过量都可能有问题，适量是关键。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过量。即使是再好的食物，吃太多也可能造成问题。建议每天的摄取量不要超过150公克，分次食用效果更好。让我回答5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蓝莓冻钱或蓝莓汁可以替代吗？新鲜蓝莓是最好的选择，冷冻蓝莓次之，冻钱。蓝莓虽然保存了部分营养，但通常添加糖分，而且纤维结构被破坏。市售蓝莓汁大多糖分太高，稀释了有益成分的浓度。第二个问题，什么时候吃最好？早餐时间是不错的选择，能提供一整天的抗氧化保护。如果希望改善睡眠，可以在晚餐后2小时食用。第三个问题，小孩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，蓝莓对各年龄层都有益，
但小孩的分量要减少，2到5岁每天30到50公克就够了。第4个问题，进口蓝莓和本土蓝莓有差别吗？营养价值差异不大，但要注意新鲜度。进口蓝莓运输时间长，可能影响维生素 C 含量。本土蓝莓比较新鲜，但产季有限。第5个问题，可以和其他药物一起服用吗？一般来说是安全的，但如果正在服用多种药物，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药师的意见，避免可能的交互作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真心希望大家能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你的爸妈，邀请他们一起参加7天蓝莓挑战。健康的心脏和清晰的大脑是幸福晚年的根基。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，记忆力衰退、心脏问题都是必然的，但其实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方法来延缓这些问题，甚至改善现有的状况。蓝莓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珍贵礼物，这些小小的深蓝色果实蕴含着强大的治愈力量，它们不只是美味的水果，更是我们健康的守护者。我给大家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，先进行7天体验，每天早餐时吃80公克新鲜蓝莓，仔细观察身体的变化，记录你的睡眠品质、精神状态、记忆力表现。如果你在这7天内感受到正面的改变，那就太棒了。如果7天的体验让你感受到蓝莓的神奇力量，我鼓励你延伸到30天持续计划。30天足够让身体产生更深层的改善，也足够让这个健康习惯在你的生活中扎根。记住，这不只是关于蓝莓，而是关于一种积极的健康态度。当我们开始主动关爱自己的身体，给它需要的营养和保护时，身体也会用健康来回报我们。蓝莓很小，但力量很大；希望很小，但意义很大。有时候，改变生活品质的关键就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。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个美丽的健康之旅吧。7天后，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健康可以这么简单，幸福可以这么美味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，陪伴大家走向更健康、更快乐的人生。愿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的心脏、清晰的大脑以及充满活力的美好人生。蓝莓在等你，健康在等你，美好的明天也在等你。我们下次再见。